公路局自昨年9月底开始，就要求考机车驾照的人呢，要先看5条危险减低的影片，去判断到底什么是危险时刻。即马公路局佮公布讲，2月初4开始，这款的影片要增加到10条，希望会当提升民众对道路风险的意识。我被撞。认真看影片内底危险状况，随时是发现危险。民众报名考机车驾照进前，需要先去到机车危险减低教育平台网站看影片，进行体验。5题爱到4题才通报名。交通部公路局1月13表示，对2月初4开始，题目数量对5题增加到10题，民众至少爱到8题，希望会当提升考照民众对危险的辨识能力。民众当然有一些建议，包括希望看到更多的实际上道路这个案例。第二个也有可能是更详细的一个情境分析。那同时也提供更多的应对技巧，可以让他们去做防御驾驶观念的一个提升。交通部公路局表示，体验实施到今超过半年，有84.5%的民众认为看平台影片会当提升违规风险的意识。实际访问到要考驾照的民众，伊也表示，体验题目若是愈侪愈好，会当加熟悉危险的情境。我觉得练习越多越好。真的、为什么？怎么说？因为我做完之后还是觉得没有真的很。就是熟悉吧。我记得我做完之后有就是建议他们可以增加一些就是实际就是车祸的现场影片。我是感觉讲咱若迄题目较侪的时阵有无，会帮助咱学生哦，咧考到驾照以后吼，咧骑车的时阵，迄用路观念会较好一寡。机车教训班教练也表示，增加危险减低影片的题目，除了会当让学员了解更较侪无共情境的危险性，伊也建议未来会使规定危险减低课程放入机车考照的必修课，建立好的用路观念。也若交通部公路局表示，因当年会伫平台增加大约20支新影片，目前正式的机车笔试也有5题危险减低题，未来也愿意增加题数，整体来提升民众对用路安全的意识。记者张家嘅谢桂林台北报道。